不是寺院，平日庙宇，正好前去结束一宵，明日再走，向金旁我。曾用宝莲神灯紫金山间迷路自生，当时一位慈悲的仙子，我立该祝告一番呐。华山圣母娘娘在上，若生刘延昌左九路走，右成弟兄张头师叔。此番长进赴考，路过华山，三姐娘娘献功，一点子弟，这不由此屈身支持娘娘啊！此地人同相助，八岁鲜花，母子与共上水，深深一杯。怀娘娘采呀欢送，不用念，不用得人情丝发，一双眼是秋水盈盈，两道眉是远山妈妈，那里是湖水苗里是娘生，分明是秋天仙女把药带下。见娘娘三眉并重，想必是怜悯流离失所的百姓，令人苦尽啊苦陪。曾念到娘娘是慈悲仙子，为长生错上眉，杀敌心思，真乃是人间国度乱离事，你满腹修思真小事，你心莲灯只因迷路卡，先想羡慕夫人子，今晚我会好将必地死去，以表仰慕莫小此。后面在我替死一手，以表仰慕之意，于无不可啊！齐路连灯陪哭泣，我妹因为乱离别，莫是鸟女风流人，悠悠天台采呀神，路走流言长意。钟儿啦，钟儿，你才有灵，将我吟唱一篇仰慕之意，唱答娘娘吧。啊，
娘娘，你是厌恶这托书生的堂的您现在看到的是花影风痕东方戏剧之星张雨峰的陆派演唱会。我是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的节目主持人赵宝乐。上海的朋友们，你们好吗？我是上海东方电视台节目主持人方菲，大家好。谢谢方菲，非常高兴和方菲再次合作啊。一样，我也是。刚才呢，咱们提到了上海的这个东方戏剧之星。对，我想请你给大家介绍一下它的由来。说到这个东方戏剧之星呢，要从2002年说起。在那一年的时候呢，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还有咱们天蟾演出公司以及上海的各个剧院团呢，是联手推出了上海东方之星系列的演出活动。那么这个活动呢，主要也是想能够在我们的各个院团当中挖掘新人，并且能够挖掘他们的潜力，也是为我们上海的戏曲舞台上增添了一股活力。是。刚才演唱的张雨峰就是上海东方戏剧之星之一。对，他刚才呢是素描题诗的一个片段。是的。那么他唱的呢是陆派，好多朋友都特别喜欢陆派，越剧的流派也非常多。陆派呢是陆锦华老师呢当年在闪电小生马章花的这个唱腔基础上进行了一些丰富提高，然后形成了自己鲜明的流派。说到这个陆派呢，我想大家一定非常非常熟悉了。他的唱腔非常非常优美，有字字诵听的美誉。那么说到表演呢，也是非常的细腻。大家可以回想一下，陆锦华老师在舞台上塑造了那么多感人的形象，比如说有金陵塔呀，还有秦探呐、盘夫索夫，这当中的角色，大家现在想起来，当然是还是非常的记忆犹新啊。是是。尤其是你说到那个盘夫索夫哈，对，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出戏。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今天的主角张雨峰和他的老搭档金派花旦樊婷婷为大家带来盘夫索夫的片段。名字土对唱，鼻子和尚放光，曾凭子断女言的，马首毛长不嫌肥，得是毛孩强似虎，百灵迎武不是急。
小生郑勇表示欢赞。弟弟郑贤冠居三边种子，母亲张氏高寿皇福。我本闭门永昌公同，苦恨年送这老身。上边荒酒一本，生我父巧舌色泽，皇上听信谗言，将我父绑出西郊。真是并将我满门抄斩，是我该为掌心，逃往杭州母居家中。不料途中遇到叶母亲官船涉妻，父将小生也当作小妾做自船舱。那叶母亲见我诚恳插中，强迫我做他命令妻子。待往京都穿拜年寿，那老头喜爱我才貌双贤，就将生女年郎正终身许与我为妻呀！唉，我为父受非报，岂能与你见识子女？曾经小姐到书房坐坐，我是奉了小姐之命，得请姑爷上来。说我要在书房读书不去。哎呀，姑爷救命啊！小丫头，一不当你，二不骂你，跪下开还救命，却是为何？姑爷不肯上来的，你空叫这回，是我得罪了你姑爷，那是飘香定要受家规。同胞，生我即刻受到。
强，我今望与他去哪里？我也请有在啊，贵人，请来见礼。请坐。你不生，我早就说了。啊，贵人，你我夫妻之间，难道是连个称呼都会没有了吗？我叫你贵人，你立该叫我娘子。我若是叫你相公，那么你也该唤称我一声小姐。是让你将来遇了功名，我若是称呼你老爷，那么你也该唤称我一声夫人。夫妻之间，难道是连个称呼都会没有了吗？真正岂有此理！前生子女到离间，识得我与口爱开言。常言道，有理非为是，娘子请来见礼。还有个有理非为是，来，送见一礼。请坐。请坐。如此茶飘香，请我上楼，为啥何事？贵人，你在书房？这是在书房么？读书啊？读书？难道是要连夜用功吗？你可知苏秦原谅此故？呀，他都比起古人来了。啊，贵人啊！为情你与阿妹，你可知姊妹人不是当富贵？请我上楼，究竟为啥何事？贵人，我见你终日睡眠不足，不知道贵人你是为了何事？你可知个人是有
人的心事我不知，你贵人的心事我了知。有人知我方乃是是非碰到郎先师，我来真一不眼耳不痴，我从小读过生年事，我要猜你贵人心中事，我要做梦到的老先生啊！既是好客，那么你就猜猜看。贵人我见你终日闷自莫不是你想尊公正贵子，我用苍高兴不错数，不随传公大贵子。哦，莫不是你离家出去是相亲，一生在外事。男儿应有四方子，无需挂虑家乡事。哦，莫不是你厌恶你们势利的，我难陪你夜郎并不知。你年家一朝，天下得半少，我好比苦藤高攀，你所不是。哦，莫不是你引我来争长脸少，害得你贵人少年子。十里红掌到雁门，城里城外谁不知？哦，莫是你引我来争用毛菜，我难陪你郎一才子啊！夫妻岂可用言论？何况你娘子美貌三心思，贵人须得去想。他这不是来那不是，我来真来猜他心中啊，贵人，我猜是猜不上了，为妻我倒可有一笔。比着后来。啊，贵人贵人，你好。
孩子洒脱白望京，兰真待我是真心意，我岂能负他一片心？这本是下面语文章。哎呀，官人啊，你真正面前莫失家，你在家人跟前你莫细呀讲。你既然不把真心实，问你要与是谁商量啊？
朋友们，张雨峰在舞台上演唱的陆派小生，风流倜傥、潇洒自如。可生活当中呢，他却是一个不善言辞、老实巴交的好孩子。接下来呢，我们请上一位他的同事，上海越剧院的吕派花旦张咏梅，有请咏梅。你好，我听说呢，你比这个张雨峰呢进院早将近20年，对，是吗？对。他进院的情景你还记得吗？那时候他们真的是很小。小学员哈。对对对，小孩子一样。你对他在生活当中有哪些评价？我觉得张雨峰呢，他平时为人很低调，但小孩子呢，他学戏非常认真，而且就是说，在舞台上，我觉得他也是台风是非常好的，非常飘逸潇洒，是不是啊？而且扮相非常俊美。嗯。应该说我也是他的粉丝了，真的。既是同行，又是好朋友，对对对，又是粉丝。他那个《粤女争锋》的时候，我来看，一直支持他。对他唱的那个京剧太棒了。哦。对对，京剧是吧？你们看吧。京剧。多才多艺哈。对对对对对。嗯，那今天是不是除了这个赞扬他以外，还要演唱演唱，助助兴？对呀，今天我来就是为我们张雨峰捧场的。哦。那个咏梅为大家演唱什么唱段？打金枝好不好？谢谢。的时候呢，我想大家还记忆犹新啊。由这个央视、上海还有浙江3地呢一起举办的《粤女争锋》的第2季表演当中呢，张雨峰的表现是非常的优秀。是，也是在这个艺府舞台。对。我在这儿主持节目，他的演唱呢得到了广大戏迷朋友的热烈欢迎和特别大的支持和鼓舞。张雨峰不仅获得了金奖10佳小生称号，同时呢，他和来自浙江绍兴粤剧小百花团的董建宏共同组成了环宇飞鸿组合，在龙凤配的总决赛当中一举获得了第1名。
是的，那么在舞台上呢，她们不愧为是金童玉女啊，并且呢，她们在台下呢，也是通过这场比赛呢，结为了好姐妹。你看这次张雨峰的专场呢，董建宏还特意从绍兴赶来为她助阵呢。哎，接下来呢，就有请他们二位共同合作，为大家献上《情叹送别》一段。小小路漫漫，送去赴死层层关。迎来遇到黑神庙，相见时难夜夜难，夜夜难。凤凰凤啼起，千里难舍。重阳子，陪笑声，一往情深。但愿你此一去，老得穿庭。那时节已经归给外门里。雷阳相聚两年聚，你我的恩情绵阳去。春花翠又兰小手，愿这愿朝日在鳌头。此去啥得功名寿，迎接宴期共度春啊秋。堂上文章多成熟，你早晨回家请我谈语，郎君今年25，对你今年28去，青春几番应付这样一个半年大夫翻遍这。娘子啊，本来与你大头相守，来阳中真乃是公平而是困死神难。此去一年乱在十五陵，你面色温暖了消息。难当寂寞老几灯，万难相逢早些相望。此去上京做事，终于不中，都要早去早回。我放了宁可行中，还有苦苦等待的情娘子。此去啥能有曾经，应当今日去边境。娘子南方宽心等，秋风归自保家。
说到张雨峰跟陆派呢，那真是有缘分。他说他第一次在戏校的时候，那个时候分流派啊，那他就选择了陆派，并且呢，他非常有幸的遇到了自己的恩师曹营娣老师。那么通过跟曹营娣老师的学习呢，他对陆派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并且呢，他也深深的爱上了陆派。他对这个陆锦花老师的为人呐和艺德呀，也是充满了钦佩。是，老师的细心指教，自己的刻苦努力，使张雨峰呢在越剧之路上越走越辉煌，而且取得了骄人的业绩。是的，那么这些年呢，他不但是学习了许多传统剧目，并且呢，他还积极的创新。那么近年来大家都看到了，他演了许多的新戏。是2007年，经典版的电影《红楼梦》拍了，他在其中呢扮演奇观。对。哎，这个角色很有意思。是。好多的专家呀，好多的导演看完了这个角色以后，对他有很高的评价。哎，还有一个巧合呢，这曹营娣老师啊，在年轻的时候也演的是电影版的《红楼梦》，也演奇观这个角色。哎，师徒二人共演一个角色。那么学生张雨峰呢，可以说也是继承了老师的衣钵了。对，那么究竟他在这个角色当中演得如何呢？我们请上在这个经典版的《红楼梦》当中薛宝钗的扮演者七派花旦金靖做个点评。好，掌声有请。有请金靖。来，你点评吧。这个七官张雨峰演的怎么样？大家好。其实当时我们都在看电视的时候，我觉得张雨峰虽然这个唱腔很少，但是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因为我觉得他非常的风流潇洒，而且那种依依惜别的感觉演得非常的好，我们都觉得他很可爱。好，那应该说。金靖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哈。金靖今天来也是为了祝贺张雨峰的。是的，是的。是不是？我觉得张雨峰应该说是我们他们这一代年轻演员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小生。而且他非常的谦虚啊，我真的是祝贺他演出成功。好的，好的。光祝贺恐怕不行吧？怎么也得为大家唱2段拿手的唱段。好的，有请。
谢。谢谢金靖的精彩献唱，朋友们，我们都知道，在我们的越剧舞台上，真是不断的能够涌现出非常青春靓丽的戏剧之星。这其实呢，跟我们老师的关心和帮助是分不开的。那么今天的演出呢，也是来了许多的明星大腕来助阵。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这一位啊，就是越剧著名的王派花旦王志平。他呢将跟张雨峰一起为大家献上《红楼梦》葬花的选段，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吧。谁知园中林雨
去。生生我此，难道还有一个此地不人吗？妹妹，妹妹慢走。我知道你不理我，看见我就避开。今天我就要和你说一句话。从今以后，就撩开手吧，是吧？说两句，你听不听？唉，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当初怎么样，今日又怎么样？来早了，你啥烦恼我担忧，你啥开眼我先笑，我的动作千万同上山像一母书生情同道。十字旁清清烈烈十到底，坊间的我良心你比人好，谁知道妹妹陈大你心也大，如今是下杀
就是为你死了。也是故，却是的归问啊。忘了心，不就同了手，也就顾不得死我了。你既这么说，我来问你，那天我到医院去，你为什么不叫丫头开门呢？啊，此话从哪里说起呀？哦，怪不得你不理我。好。我咋管这样对对妹妹，叫我立刻去死好了。谁要你多走把事的呀？好妹妹，我实在不知道你来过呀。那天只有宝姐姐来说过一回。定是丫头们管出来的好事，待我回去问出是谁，定要教训他们。是要教训才好。他为了我倒是小事，要是有宝姑娘来了，什么白姑娘来了，也把他们都为了事情扩大了。你怎么问说这些话？你到底是欺我啊，你还是追我啊？哎呀，这有什么要紧呢？哎呀，劲都跑起来了，还觉得一脸爱你。好妹妹，你放心。我有什么不放心的？我真不明白你的意思，你倒说说看，什么放心不放心的？你果然不明白这话吗？难道我平常在你身上用的心都用错了？连你的意思啥体贴不上，那就难怪你天天为我生气了。我真不明白。好妹妹，你不要骗我。妹妹，你是真的不明白这话。不但我平常白费了心，而且连你对待我的心都过分了。你总是因为不放心的缘故，才动了心，才弄了一身的病。好妹妹，你咋能宽慰一些，病也就好了。好妹妹，你这让我说一句话好不好？还有什么可以说的？你的话我都明白了，都明白了。好妹妹，我这颗心从来也不关上。今天我大胆地说出来，我也是死了，也是心愿的。我为你也弄了一身的病，也不光告诉上，只好哀伤。这怕是等你的病好了，我的病才会好呢。我在临梦里也忘不了你，好妹妹。
个陆派的宝玉演的怎么样？如果感觉精彩的话，用掌声表示啊。同时呢，也应该衷心的感谢王志平老师。王志平老师呢演得非常投入，非常感人。跟他一起配合的话，看上去啊，有一定特色。尤其是我感觉张雨峰，叫林妹妹的时候，我就老担心她叫成林姑姑就麻烦了。接下来呢，我们要请上一位嘉宾。这位嘉宾呢，大家非常熟悉啊。这个怎么不请你就上来了你？我是不请对自高。你是来找谁的？是找王志平的吧？张雨峰，找张雨峰算账的哈。对，今天张雨峰把我林妹妹给拐跑。郑国凤来了啊。我给他算账。是，平常呢都是我徐派的宝哥，怎么又换一个陆派宝哥哥是吗？对。哎，这样吧，这个陆派第一次演宝哥哥，你给点评一下。张雨峰今天演出那个贾宝玉，我听到他的陆派唱腔，其实是唱腔师技也是很难把徐派的印象印象很深的、根深蒂固的那个徐派的唱腔，把它演绎出来。你说是不是？改成哎，对，改成是那个陆派的，很不容易，真的是不容易。不容易。对。常言说这个先入为主，好多的戏曲节目，一个流派如果唱火了之后，用别的流派去诠释，它是挺不容易这件事。今天是张雨峰的青春风啊。啊，是吧？很靓丽，很漂亮，而且他的那个贾宝玉也是，棒不棒？啊哈。掌声是证明了一切。祝贺张雨峰的同时，其实呢，大家也非常想再听一听徐派的宝哥哥演唱，是不是？今天呢，我也为大家演唱一个徐派的，金玉良缘吧。好，也是《红楼梦》。是地间称心满意的神我还把龙下配将西京收笔了字的把家计赔，总算是东园桃子西园绿，今日一相如此在。此生的娶你李妹妹，心事等花名再开，往日贫穷一笔勾，今儿落日复也美。从今儿呀，与你才是早起百花灯。挑灯把迷彩，天香亭里光素华，不与彩云他苍白，从此巧女教育满三位。断水分不开，这真是你我三口终于同啊！女郎织女情谁为呀？哈哈，谢谢郑国凤，谢谢。没听够哈哈，哎，
说到1947年的时候呢，陆锦花老师成立了少壮剧团。当时呢，和王文娟老师啊，她是一起在皇后大剧院呢首演了时装戏，礼拜六可以说是轰动一时啊，也获得了这个时装小生的美誉。哎，我听说呢，陆锦花老师演了许多的这个时装剧，但是呢，真正流传下来、保留下来的是寥寥无几。的确啊，这个女小生演时装戏呢，褪去了这个水袖和冠带的装饰，确实是有很多的困难，增加了难度。但是在比赛当中呢，咱们的张雨峰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知道这个时装剧有难度，可以拿高分，所以呢，他跟这个董建宏共同就演唱了一段时装剧《啼笑姻缘》当中的选段。赢得了高分。是的，当时的分数非常的高。那么今天呢，我们有幸再来欣赏他们精彩的表演。好，有请他们为大家演唱《啼笑姻缘》当中约会一段。凤喜美人，一曲小巷千闻怕，万般深情细可心。随错梧桐去北方啊，根据他天真烂漫不算人。从此后推不开，背不去，说难安，理难问。开言是他意，才儿问他声。这浅浅的笑靥，深深的意令人常常牵挂着。加上心儿的旨意呀，神。
完毕。看你一大清早谁在这里当客噻，当心着了。谁叫你来的这么晚的？你看看现在什么时候？你看，哦，刚落点钟。哎，不是我来晚了，是你自己来早了。哎，今天你怎么一身女亚生的打扮？范大爷，你看我这身打扮，冒充得过去吗？什么冒充啊？我看啊，今朝就是个女亚生。真的，真的。凤喜，凤喜，你妈也清早叫我到这里来等你，有什么要紧的事吗？妈妈让我对你说什么？是你下午要来，可我要去唱大歌，不能陪你，所以叫我一大清早到这里来，可以和你多说一位话。那我们说些什么呢？范大爷，你家中还有什么人？啊？怎么又是这句话？上次不是告诉你了吗？家中还有老母亲，死了母亲还有谁？死了母亲，家中无有第三人啊！女没有上衣进门的家中人，家中万里把亲定。哎呀呀，才问你定亲不定亲？分明你定上人之情。随便问问也不要紧哦。既然不要紧，我也来动问，问你家中有没有上里进门的家中人？我的事情你早就知道了，你晚来看我，你真好好，是。我问了，我问了。凤喜，来，凤喜，到底有什么事啊？谢诺丹的空气真好啊，怎么又说起空气来了？凤喜，你有什么事尽管告诉我，我能办的一定尽力去办。范大爷，这话我们不好意思对你说，要我来说。凤喜，这里没有外人，你尽管说吧。范大爷，东门所至太欢城，东西有眼看南山，都是为美女生涯配艰辛，娘不成我一辈子在天桥成流浪，才有绝与娘的谈话，六子团要我去领主场，为跳出地毯登儿堂，只需要自己将头点在模样，可高台府门娘大有，只好与他爷来相商。原来是为此事，你要多少谁见过10块8块吧？10块钱够了吗？哎，
起，是为你可惜呀，为我可惜，奉喜呀。你坦荡万古生机满，从小把开门家是当前途，天涯每一岁辛苦，请把生涯留是有，杀到那罗子关里去，满身千真的苍生死去。点西碰上结万苦，多少人在红事已不在走，环中争夺美阳年，小里上到宽坡头。姑娘啊，不是话到嘴边难言说，大爷，为苦叹息恨与恨与与。万大爷，你话中月话为我语，一片真诚啊，我心柔。真乃一家不是一家，是为娘家我临门出世与缘由。好的奉献只是阿凤，也为了生来传分离语，今天全是心和你，也是想从那头来亲那头，远远现在多少年，多少阳光洒水绿，多年是有情因子。我每年不将天打断，我相信，我相信，大爷奉献。不过，我还是有句话要问你，怎吧？你是不是真的想做个女教师？真的呀，我在的梦里想的，谁是想当个女医生？好，那我明天就叫你去报名。真的？真的。啊，不，我去读书不唱大歌，那家里怎么办？这我也想好了。既然送你去读书，那你的家用事所由我来分担。真的？真的。哎呀，大爷，你真是个好人，我谢谢你，我谢谢你。你怎么哭了？我没有哭，没有哭，那怎么会有眼泪？心里高兴，鼻子一酸，眼泪却自己掉下来了。那你是太高兴了。那你什么时候叫我回应？明天。明天？哎呀，明天我没有空啊。那后天？哦，不，就明天吧。咦，你不是说明天没有空吗？明天不见，又得闷上一天。你呀，什么地方？老地方。什么辰光？老辰光。6点钟。天为
那我走了。好。等等，让我送你回去吧。哦不，只有男生送女生，那有女生送男生的。走吧。慢，平常啊都是你送我，今天啊得让我来送你。哎呀，好了，只要送来送去，送到明天我是老地方。那我走了。明天，老地方，老生活，6点钟，天为阴。老地方，老生活，6点钟，天为阴。老地方，老生活，养在你心思了。老地方，老生活，盼送此天荒地老，幸福老。2003年在小蝶杯的比赛当中，当时的张雨枫呢只有20岁，他演出了一出珍珠塔的跌雪，因此而获得了上海越剧新秀之榜首。从此呢，也就奠定了他走上文武小生之路。也因为这出戏，他在以后的比赛当中屡屡获得大奖。是的，那么也正是因为这出戏呢，他有幸结识了著名的戏剧演员小王彬彬老师。那么今天呢，小王彬彬老师也特意从无锡赶来，为他助阵，也是祝贺来了。下面我们掌声有请小王彬彬老师。你好，非常精神。你好，你好，哎，您好，您好，您好。那么今天呢，是我们张雨枫他的专场演出。看到现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有什么感想，并且呢，当时你跟这个张雨枫是初次相识，是什么样的情形？我们大家都非常想知道。跟张雨枫相识纯属偶然。我记得在著名话剧演员顾卓君专场演出的时候，我也作为嘉宾来跟他演了个正塔。那个时候张雨枫找到我这儿，他自我介绍了一下，我是上海越剧院的青年演员张雨枫，我看过你的珍珠塔，我曾经叫你签了一个名。哦，这样我们才认识。然后他说，在跌雪当中，向我学习了一些东西。前不久我来看过他的珍珠塔，我感觉他非常了不得。那是把跌雪不但是这个青年演员呐，包括女演员能够跌爬滚打那些个。软坦功啊，我们男演员都来不了，他来得很驾轻就熟，完成得非常好。而且在这个基础上，他又向前发展了一步，这样我就成为了他的粉丝。哦，您找他签名了吗？下来就找他签名。哎，这个各剧种之间呢，相互的学习。他通过看您的表演以后，丰富了他的表演。应该说呢，张雨枫是个非常聪明的演员。今天来你也是为雨枫祝贺的。当然了，大家也特别希望小王彬彬老师为我们大家演唱怎么样？好不好？是不是远道从无锡赶来？有请。为大家唱上一段戏剧《沙家浜》，祖国的好山河，寸土不让。好，掌声欢迎。
花房到过相不离身旁，西平沙劳动成定一双手，画出了青水江路与理想。走过的好山头，城头不长，气勇神可以逞雄光，只得扶上立柱上。扬上来才杀家邦，半月来思你左右，与谁长也不知主意在后方。非常感谢，谢谢。谢谢小王彬彬老师，谢谢您的精彩演唱，谢谢。除了戏剧以外呢，平时啊，张雨峰呢是对于其他的剧种呢都是进行大量的观摩。那么他已经把这个观看其他剧种的演出呢，作为了自己的一种休闲和娱乐。在看的同时呢，他就琢磨，哎，别人演出的长处怎么能融到自己的表演风格当中呢？是。张雨峰呢特别崇拜自己的老师陆锦花、曹银娣，他还崇拜一位著名的表演艺术家，那就是昆剧表演艺术家蔡正仁。蔡正仁老师呢演了许多的角色，像柳梦梅啊，像唐明皇啊，在这个张雨峰看这个戏的同时，深深地印在脑海里。在他表演人物的时候，这些难忘的镜头，这些精彩的表现手段，就时常浮现在他的眼前。是的，那么今天呢，我们非常有幸在张雨峰的这个演唱专场当中呢，蔡正仁老师也来到了我们的演出现场，让我们掌声有请蔡老师。掌声有请蔡老师。感谢您，欢迎您。蔡老师您好，您好，您好。哎。今天呢是张雨峰的演唱专场，您看到现在，您觉得怎么样？给我们张雨峰打个分数。我相信还有更精彩的戏在后面，是吧？哎，那当然，前面看下来我已经是非常满意了，这确实是非同一般。哦，得到了老师的首肯和赞扬，我们掌声鼓励一下张雨峰，也谢谢我们的蔡老师。蔡老师呢是昆剧表演艺术家，昆剧呢和咱们的越剧，虽然不是一个剧种，但是呢有异曲同工之妙，艺术都是相通的。张雨峰作为一个年轻演员，经常向您请教，把昆剧的一些精彩的表现手段，好像也融入了他的越剧表演当中。是，我觉得这个张雨峰啊，刚刚从上海戏校毕业以后分到那个上海越剧院的时候，我也去过他们那儿。当时我看他表演，就是演那个郑芝团这个碧血那一场，喋血那一场，哎，我就很惊讶。我说这么年轻的一个小女孩，演小生，这个抢背、掉毛、错步、这个跪步、甩法，都非常精彩，是吧？这个。我小时候要来到这个程度也来不了，哎，所以说我非常惊讶，马上就打听他是怎么回事，是吧？所以我就打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很喜欢这个小女孩了，也关注她爱才和惜才。
哎，那听说呢，张雨峰呢，他也是多次向您进行请教，是吗？是所以呢，他呢一看见我来，他后来常常来找我，而且就说他演什么戏呢，就请我去看。看完了以后呢，每次总要详细的问，说蔡老师，您看看我哪儿有什么地方什么？因为我觉得呢，他是粤剧演员，我要跟他怎么说，哪个唱应该怎么样，这个怎么念的对不对，我这个不好。不好说，所以我就说你的表演怎么，他非常用功。这我只是说你以后要学昆曲啊，要学身段表演，你来找我。所以我发觉呢，张雨峰这个青年演员非常好学。那么同时呢，我觉得他的条件在当今的青年演员当中还是非常难得的。扮相好，个头也非常好。然后很难得的是他的基本功打得很扎实。很扎实。唱的是陆派，现在很难得看到这样好的陆派了，是吧？那么我觉得呢，还有一点就是刚刚我看了他第一个戏就是《盘夫》。哎呀，好久没有能听到这么精彩的演唱，包括那个旦角的演员，是吧？那个，谢谢蔡老师。我想你真是说出了我们今天观众所有人的心声啊。我觉得一个演员的嗓子啊，什么我唱得很高啊，什么这个都不是什么很稀奇，难得的是他的音色非常好听，这是非常难得的。所以我希望张雨峰能够保持下去，并且不断的这个博采众长，那么我相信呢，他会越来越好，一定是一位非常有发展前途的好演员。谢谢蔡老师，谢谢蔡老师的经典感谢蔡老师，谢谢点评，谢谢您。好，谢谢，感谢，哎，谢谢，谢谢。感谢老一辈的艺术家对年轻人的鼓励培养。我们也相信呢，张雨峰在今后的道路上会越走越宽广。是的，正像蔡老师所说的那样，张雨峰确实呢，他是文武不挡啊，非常非常的优秀，在当今我们这个粤剧舞台上也是非常活跃的。那么接下来呢，也是我们今天演出的最后一幕戏呢，也是他献给我们观众的，从京剧移植过来的《打金砖》的选段。《打金砖》这出戏呢，是京剧大师李少春的拿手好戏。后来呢，由这个谭富英、谭元寿和于魁智等许多的京剧表演艺术家都演过这出戏，难度非常大。粤剧演员演京剧移植过来的剧种，他吸纳了京剧许多的表演手段，尤其是他的甩发功融入其中，颇见功力。好，下面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有请。红绿丝绸彩儿呀弓。
皇兄自狂。皇皇，拿命来！
汗水喝着泪水啊，真是让我们非常激动。下面呢，我们首先请出我们张雨峰的恩师曹云娣老师，掌声有请。有请。曹老师，其实曹老师是心花怒放，真的很激动。此时此刻，我心里边感慨良多。整整11年呐，我跟张雨峰，我们两个走过了整整11年的师生之路。今天张雨峰在舞台上，我在台下看，我感触良多。首先，今天我要感谢长期以来支持陆派艺术、热爱陆派艺术的今天到场的所有的热情的观众朋友，谢谢你们。感谢老师的谆谆教导，我们相信张雨峰在今后的路上会越走越辉煌。我们用热烈的掌声祝福他们。谢谢老师，谢谢曹老师，谢谢。好，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要进行的这个环节呢，是有请我们上海广播电视台的综艺部的书记楚明达先生为张雨峰颁发东方戏剧之星称号的奖杯，让我们有请楚书记。有请。张雨峰获得这个荣誉非常不容易。感谢书记，谢谢。祝贺张雨峰。祝贺，谢谢。好，谢谢。此时此刻，我想张雨峰肯定是感慨许多。有什么话要对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讲，对老师讲？那么，我觉得今天这场演出是凝聚了所有关心我的人的心血，才成就了今天舞台上的我。感谢我们的院领导和团领导对我的大力支持，因为工作非常繁忙，但是领导们还是尽可能的关心我这场演出，所以在此谢谢院领导、团领导。从张雨峰身上，我们看到粤剧的未来；从张雨峰身上，我们看到了陆派的未来。谢谢各位戏迷朋友们，再见。